一直以嚟，日本女性對大叔都好反感，認為大叔都係頭髮稀少，有陣奇怪氣味，又會用猥瑣眼神掃射女生嘅男人。出租大叔始創人好想為大叔平反，就決定推出呢一個服務，出租大叔陪你行街睇戲食飯都冇問題。大叔嘅賣點就係成熟穩重靠得住，我就決定親自試一試，感受一下日本大叔嘅魅力。首先上Ossan Rental嘅網頁度揀大叔，因為我想同佢見4個鐘，都係揀個好樣啲㗎啦。咦，呢個唔錯喎，幾有型咁，仲有自己嘅個人專業添，好認真啊，就揀佢啦。佢叫做池田腦，今年45歲，正職係北歐家具公司嘅社長。今次去日本，我就租咗佢同我約會，1000 yen 1個鐘，你出錢，佢陪你。當日我哋約咗喺涉谷度等，講好咗要一齊去野餐，所以呢，就去超級市場度買嘢食。爭住推購物車就好基本噶啦，其實大叔都仲有好多加分位，例如會不斷問我中意食咩，唔太熟悉嘅食物又會請店員推介。最緊要啊，係唔識路嘅時候會主動問路，都唔係好多男人做得到噶。然後就慢慢散步去代代木公園。啱啱開始嘅時候都幾尷尬嘅，都唔知同個陌生人講咩好。不過好彩大叔本身開朗健談，一直傾都冇乜 dead air。終於揾到塊空地坐低，大叔原來早有準備，我都只不過係叫佢帶張野餐席啫，佢又帶埋台仔、餐具、濕紙巾，最後竟然仲有蚊怕水。佢話戶外活動呢要保護好皮膚，真係好窩心啊！自分が一つの商品になって、どれだけのニーズがあるのかっていうところにすごく興味があって始めました。能夠經常同唔同嘅女仔約會都幾有福㗎喎。大叔就話自己一定唔會越軌。會って性的サービスあるのですかって聞かれることもある。だけどもそこはもう来ることは。Well， 信唔信就由你啦。不過唔係淨係得女客人，都有男客人㗎。飲下啤酒，傾下工作，講下女人咁。但係諗深一層，又唔係冇朋友，點解要租一個人陪你傾偈呢？知り合いだから話せないことが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う意味ではあえてお金を払ってなんでしょう、そのドライにかつフラットにお話ができるその環境な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今日嘅約會都算愉快，可能因為係日本人啦，所以都好放心。但係如果香港有呢一種大叔出租服務，我諗我應該都唔敢試啦。